老闆想你走，又唔想俾遣散費，喺管理學呢招叫勸退佈局。老闆咧通常會擺下咧唔同嘅套路咧，俾你自動辭職。如果你中咗3個，證明你喺公司嘅氣場已經出咗事，真係要留心啦。第一，8倍變僵，突然將你咧調嚟核心嘅 project，叫你做啲阿茂啊都識得做嘅打雜嘢。第二，死局 KPI， 攞個神仙都搞唔掂嘅 target 俾你追，擺明啊要你跑唔到孭鑊啦。第三，氣場孤立，重要嘅會議唔再叫你 WhatsApp group 已讀不回，當你透明啊。第四，犯小人，瘋狂捉蟲啊，連份 report 嗰隻字啊標點符號咧都鬧一餐。第五，削權降職，收翻晒你啲權限，甚至咧要你向啱啱入職乜都唔識嘅新人 report，特登落你個面。講真啦，打工仔最殘酷嘅地方就係將你所有嘅籌碼壓住喺人哋嘅局入邊，老闆嘅冷暴力隨時都破壞你成個流年運程。記住啊，工作係為咗生活，千祈唔好俾一份工拖垮咗你嘅命格。今次咧先分享住5個先。如果你都面對呢啲職場困境，覺得進退兩難，唔想做炮灰，留言破局，我哋師傅用管理學加玄學教你點樣全身而退，攞翻人生主導權。